进前凯米风台造成台南市37区的雨量超过排水设施的设计标准。立法委员陈廷辉除了会同水利单位前往灾区来勘察，了解地灾的原因，配合下午，更加邀入中央水利署、第6河川分署、甲着市府干部、水利等单位，甲北区、安南区的里长座谈，面对面来沟通，针对较大范围的淹水部分，希望会用找出解决的办法。这一次我们是把安南区跟北区，也就是说有部分可能还有一些零星必须来加强的部分，包括闸门，包括抽水站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陆续，包括土城抽水站现在也要做了。那土城抽水站它可能面临的就是过去的灌溉箱涵跟我们的灌溉排水，到底这当中该怎么去处理？还有海淀路整个淹水状态，还有我们这个安中路的部分，因为现在也要在年底之前赶快在箱涵的部分来解决安中路跟长溪路，所以这次我们把一些这个有零星淹水的一些里全部再汇集，做最后的盘整。大的部分包括我们安中抽水站，这个都是我们现在已经在进行当中，那陆续也都会做解决。那其他的里到底有哪些欠缺，我们在这一次做盘检，那其实都比之前淹水的面积都缩小很多。可是我们还是认为淹水就是不行。我们就希望能够透过很多的一些排水滞洪的一个状态来给改观，这个是咱的重点。会长陈廷辉表示，在过去长期争取安南区甲北区整体治水规划工程，确实在这届凯美风台淹水的范围有来减少。这次透过召开安南区甲北区治水总检讨的座谈，希望会用汇集基层的意见。加强治水工程，搁再来升级。至于经费的问题，水利署嘛表示会编列每年的预算，协助地方来完成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